所以啊，这个才平安。今日是咱社头教会因疫情关系，无同通做实体聚会，所以咱即卖得用线上直播。情况方面，就是主有完要帮助咱，以及无接触中间，都会当直接，伊是暗时保护咱的身体。所以今仔日要咱做来分享上题话，就是暗时保护的上题。咱今日所要读的经文是记载于诗篇27篇第1节到第6节。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我不惊是非。耶和华是我的外面对咱，我不惊是非。因为最歹人就是我的忧愁，我的敌人来攻击我，要食我的肉，必是因自着担。虽然有军兵怎样要攻击我，我的心也无惊惊。虽然天气多阴攻击我，我悠然自在。有正事我甲对摇我求，我悠然地安定。就是一世人行起摇我的厝，看伊阳光，照亮伊的地。因为患难的日，伊要暗时保护我。伫伊帐幕内，将我藏在伫伊布皮较暗所在。估计我伫石盘顶，当我的头壳得到夜气，较悬于我的四根的臂力，我要伫伊的布皮很欢喜的者，我要日子也会曙光，恶乐也好。但这时，就会担心一些所在要通过休息光来祈祷，有人会替你祈祷。是不是你的祈祷渐渐开了眉目，流目屎，伤心泪流，亲像雨水，只同款会当了解你实在的情形，伊的反复。别人替你祈祷，是不是你的环境充满一个烦恼，亲像出大海，危险失踪，迄时阵有人为你。暗中替你祈祷，你着安静，自要使你平安。有人在替你祈祷，有人在替你祈祷。有时阵你寂无孤单，心内是痴情绝望，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
起真在嘛，爱记得有人在替你祈祷。想要这感谢主，互咱前头知影，如果疫情的对付中间，咱有一个暗示保护咱的上帝，伊也会替咱来祈祷，伊也会替一个人替咱祈祷，就亲像圣经安尼讲，咱有时唔知影祈祷，就是圣经用讲的是个土地替咱祈祷。咱看见今仔日所读的圣经诗篇27篇是大笔的诗，大笔伊讲到着上帝是暗示保护伊的上帝。虽然今仔日咱看到咱以前所在看到这世界充满侪的苦难，侪的灾难。好像是法治被告，好像是主被个再来，特别是这一两礼拜，咱台湾面对这武汉的肺炎的疫情非常严重，好像是被甲咱规个走入去。面对这个，好像是互咱甚至咱教会嘛，我都当做实际的聚会。就是像这，两个人中间无法度通来细节，就是中间有些中间咱看见嘛无法度通伫迄个所在来做生意，经济拄着真大问题。面对这个，现在之外面对这疫情，面对这问题，上帝对咱讲。重点是在咱态度，上帝咧帮助咱，互咱有一个对的态度，互这个看起来对人是一个救助灾难事，让我们变成对上帝稳定的祝福。就亲像圣经安尼讲凡事拢互相效力，便互正直的人得到。假设咱今仔日嘅堂会安尼事实，咱社会群众归同意，互咱先知知影，咱的上帝，伊任何对付中间，伊都要诚实暗示保护咱的上帝。现在所有合作就是上帝是暗示保护咱的上帝。咱今仔日所在的圣经内底，咱看见大笔，伊讲到伫生命中间。希望上帝看到，做是伊叫做上帝不三时，拢伫身边，正做伊的帮助，正做伊的帮助。特别咱看见大笔，伊是一个战士，伊一生中间经历最精彩。每一条战争都是生命交关，而每一个分享中间。咱看见伊面对个伊啊，咱看见面对所有的比赛，咱看见伊为了伊所在咧保护一些国家，伊所在来征战即个就是拍败，甚至面对着伊远离的时，伊的囝压杀了，对伊的背叛。因此，咱看见伊遮多的精神的不一样中间。但这个讲啥事？就是伊清楚知影，上帝是暗示保护伊的上帝，上帝是暗示保护伊的上帝。伊讲到着，伊的家庭，亲像野兽般样，要伊个所在来吃伊吧。
就是就军兵怎样，就是就经济多兵来讲定义，就是讲我心悠然自在，我心悠然无惊惊，因为伊清楚知影，上帝是暗自保护伊的上帝。这是代表生命故事，所以。但是我毋是就代表伊经历着安尼上帝的手，上帝是伊暗自保护伊上帝。伫历代圣徒中间，咱也看见有共同的经验、共同的故事。咱来看伫圣经内面，一个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故乡家己的囡仔落地传说。因亚伯拉罕伫个所在看到了亲像伊家己囝同款，因拢伫个所在来互相而家来努力来而家过这的精神动物。所以伫个中间后来因为这因我伤济，无法度通去继续伫个所在来食这草药，落着伫个所在甲亚伯拉罕来讲。那安尼，咱来分，所以咱就发现，伫这PPT内底，咱讲伊伫中间，因伫遐要求爱分开，都是伯拉罕就讲，袂要紧，互你伫个所在先叫，看你遐个先土地，你用东或者西，你用南或是东吧，原出来就是咱看见的是。当亚伯拉罕甲这机会，互罗德成经时，罗德甲一切好土地全部建起。因此话，当离开咱的这些人时，如果咱也是亚伯拉罕，咱敢袂讲啊心生生，面对这个伊拉安尼的这些人时。相信伊的心内一定真艰苦心，各位就是要面对伊的太太，伊的太太一定知影这个事了，一定非常生气，卖走啥样？伊个所在就讲，为什么叫你要甲弄你吵出来，你就要吵出来？为什么你乃无爱成长，爱落去成长？为什么你咧叫伊中间，你无爱着落去讲，那安尼若叫买较公平的，就是拢有诶叫好诶，但是有诶买叫歹，拢爱公平来叫。伫安尼满盘委屈中间，咱看见上帝恩亚伯拉罕，上帝伫咧所在伸出伊诶手，伫咧所在正做亚伯拉罕。上帝亚伯拉罕安尼应允讲，你所徛的土地，你按东西两百方法。既然你所看到，我落个守护你家己的好，一到永远。亲爱姊妹，咱看见上帝也正做亚伯拉罕暗自保护伊的上帝。咱再来看雅各。这雅各伊会让人拉班来讲，你来我是讲，当伊一边帮伊的丈人，嘛是伊的母舅拉班帮伊做工的时，拉班一直该换这个工钱，甚至毋是该一摆两摆，是该10摆。毋是愈改钱愈多，乃是愈改钱愈少。但是话，如果咱若是雅各，咱的心肝袂委屈，咱的心肝袂受气，总是上帝知影雅各伊的委屈，祝福雅各伊的羊仔，伊的牛。愈来愈多，坐到一个地方时，老板叫人来甲雅各讲：
讲我看出上帝实在是祝福你，所以咱永远做伙。你永远伫我的厝内头到三工，唔通离开我。可是，有一天，雅各家己太太，甲遮伊所有的财产，因趁机会较紧搬离开这个拉班的时，拉班就为后壁一直叫来，甚至伊个所在讲是还话，甲雅各安尼讲，讲我有几力甲你抬死，总是昨暝我做一个梦，梦见你上帝对我讲，你人伸手来害雅各。但是话咧，讲伊咱上帝也真做雅各暗自保护伊的上帝，就是伊个所在，甲拉班安尼讲，这人你不可以碰他，因为伊是我的，因为伊是我的保护呀。但是话，咱看伊雅各伊的生命故事，伊记得伊的上帝，也是咱所信的上帝，伊是暗自保护咱的上帝。咱来看是伊圣经里面就是这约瑟，伊约瑟的生命里头讲，谈讲关关难过关关过，由于伊的厝互这兄弟因为这道迄个，甲伊卖伊来去做落个，佮因为伊迄个所在，互伊的主人的太太，伊迄个所在个阿妈，关于家内底，佮因为伊伫迄个家内底，迄人甲伊人，讲你若出现时，会当替我来生活，总是迄个人睡了就离去的，这后开始。上帝互法老王忘记忘，这个代志甲实际原来伊刚刚内底有一个真高台阶。那即款伫遮做几乎有咱看伊，个色伊真正是关关难过。伊做做几乎做做可做做会艰难的有难。圣经真简单写一句话讲，因为上帝在啥地方，所以上帝在啥地方是，伊就会当为迄个凡人，这个凡人上一个拯救地方，为迄个做凡人的地位后来将这爱迄个赞赏。但起码有啥物？因为伊有一个暗自保护伊。当下伊的兄弟，伊个所在，伊来直接来爱敌，伊个所在来相处。所以后来，因为约瑟的老爸雅各过世了，这兄弟就惊约瑟的报复，所以就伫个所在，伊惊约瑟报复。所以约瑟安怎甲这兄弟讲？讲唔免惊，我敢会当代替上帝吗？上帝的意思是要爱我，所以上帝的意思就要保全这个人性命，成就咱的目的。所以就大家讲唔免惊，所以伊找到咱上帝力量就是好，迄个著作和迄个伤害变成最祝福。因为上帝是暗自保护咱的上帝。而即摆咱伫这中间，咱看见面对咱的疫情时，上帝嘛对咱讲，伊是暗自保护咱的上帝。伫圣经内面，咱有看见上帝迄种伊用耶和华创造。上帝以为就将这上大的保证，所以咱伫今咱的做的内容就讲，行平安的路，进平安的城。伊圣经内面有真多这平安的经文，主耶稣诞生的时，天顶在是神讲，伫至关的位，阳光为上帝，地上平安归伊所欢喜。
虽然说嘛，咱对一个佛经人咧讲你的心有救你，平平安安的。而这中间，咱来讲起圣经安尼讲，正义的做法，与正常的做法了，上帝你可以有大的平安，有个大的平安，什么都袂当可以得到。圣经嘛咧讲讲，真心关靠上帝，上帝就会保守，互迄个人有十分的平安，因为伊关靠上帝。圣经嘛咧讲，耶和华要赐快乐，互伊的百姓；耶和华要赐平安的福气，互伊的百姓。上帝嘛咧讲，要爱一开无你快乐，只要凡出这个祈祷、恳求、甲感谢，从咱所需要甲咱上帝讲，上帝的赐互咱是出人意料之外平安。为耶稣基督保守咱的心，保守咱的命。虽然说伊过完了圣经安尼写讲，七日头一日。暗时才升，然后伊听犹太人就都共关起，耶稣来到那里，耶稣第一句对学生讲话，耶稣过完了第一句对学生讲话就是愿你平安。现在今晚伫这中间，咱看见咱的上帝，伊甲咱讲，伫世间咱有苦难。都是第一，让你有平安。伊就平安留伫互咱，伊所互咱平安是出人意料之外。所以面对这个情时，但即晚主的话真确实保证，伊讲伊是暗自保护咱上帝，也是守护咱平安的上帝。第三个重要的种就是。咱的过日甲人无共款，咱的过日甲人无共款。而且就咱看见咱的上帝，伊是一个暗自保护咱的上帝。那呢，咱常确实比较多。上帝为什么伊甲大地安尼？互大家伊会到这样一个山就讲，上帝是互伊仰起头的上帝，伊要献迄个欢喜的节，要唱歌欢喜的诗歌来贺乐上帝。但是话，伫这个节中间，上帝必然有相关心意，上帝要爱咱表现出啥物，就是要爱咱会当伫个所在。唔免惊，我做上帝。互咱会当伫这个所在，毋是家主唔免惊，我做上帝。上帝是暗自保护咱上帝，上帝是守住平安的上帝。上帝也要互咱遮每一个信靠伊的人，深刻知影，深刻知影，上帝甲咱相同在。既然上帝甲相同在是，咱就是真做一个有上帝的人，有上帝的人。圣经耶稣伊安尼讲，人若请我，若遵照我的道理来行，我会就要请伊，并且咱要到伊遐，伊也要甲咱做，上帝要甲咱做。而且后一个老师伊甲咱分享一个故事，讲有一天。伊在个邮局邮差起来是花，一个小朋友起来，迄个花要寄去互上帝。这邮差是讲，上帝毋知伫哪落，毋知要安怎寄，所以就想着讲会当去教会请牧师来转达。这牧师伊想讲，到底上帝是伫哪落？上帝是伫天边？上帝天吗？上帝在了。
但是嘛，如果若有人问保罗先生，问讲上帝伫倒落，伊会甲你讲，现在你是上帝的，上帝点伫你的内面吗？上帝点伫咱内面，上帝拢甲咱三个同在。如果有人问这个约翰，使徒约翰会安尼讲细饼，你是属于上帝啊！伊所在并且赢过因的，赢过这个世界，就是你个伫恁内面迄个上帝，是跟上同在的上帝讲，因为伊迄个所在，这个比迄个世界较大，上帝跟上同在，而且帮助咱，互咱赢过这个世界。但是主耶稣安讲，互咱赢过这个世界，是咱对的信德。像即摆咱人生之间，拢会拄着景物，就像主讲，世间咱唔可能，就是伫咱个平安，上帝若帮助咱，谁会当抵挡咱？上帝若想做咱我就叫帮咱。上帝啊，互咱清楚每一个信个上帝啦，拢清楚啥？上帝是暗示保护咱上帝，咱唔使去通惊。但是重点是，咱每一个人拢清楚，咱是上帝，咱每一个属于上帝，假如咱是属于上帝，咁上帝甲我做，上帝要通过咱，不但是会当伫个所在，经历上帝恩典我嘛。也会当伫个所在，通过咱，让咱加做上帝应该见证的。因为面对这个疫情这样严重的情形，因为咱当做啥物？咱会当做真多，咱会当互相来关怀，用祈祷来互相代祷，互相关怀，为着咱的国家，为着咱百姓，为着这些经济面对疫情对面。经济有真大压力，有真大的亏损，所以咱这个学生囡仔嘛好当一切，大家拢怀疑迄个行的中间，新的拢受到迄个抵押控制，所以说咱会当就是为着正的祈祷，比如说你刚才有正的拢无正做一个救助，无正做一个障碍，但是通过咱书房。就说在互咱要活出一个有关的信仰，互人清楚咱是有上帝啊，咱做的就是为着咱这世界来做，对上帝是有祝福，互咱人中间关系会当更较美好，互咱会当通过咱将这些世界来做，带来影响来做，上帝是有所为咱，透过平常的事实，对上帝拢在咱生活上是有所为咱。咱当下祈祷。虽然做完刚才的文件，做完在理想有一个经务，有一个 NG 的系统，所以主你的帮助我，互阮我做你的人，希望拄着关难过，就是阮也要我做主关过，互阮拢会当得胜，而且得胜有顺。所以是有所帮助我。我们实质上上帝你是暗示保护阮上帝，你要互阮通过阮所经历的，咱是要互阮得到更加大的成就，得到更加大的祝福，得到更加大的恩典。阮所行所做，若当成做永世的一个庇护，愿迄是阮的感恩求，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但即摆呢，咱这条有关在这个事项，这样咱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离开他这，因为疫情的关系，咱就啥物都不当做，咱是上帝爱咱，搁较彼此来关怀，希望带到咱伫个所在，咱有所帮助，互咱拢共同来互相帮助，共同来度过这难关。第二，咱就是。咱就要为着连线，跟核心团来祈祷，有助是不说保护因地面的厝的人，让互因心智能力的工作，让有助帮助互相咱着
疫情，而且同胞因为厝里人，咱就伊个有主喜乐伊用电影里面，我们用当30日来为有用起来。第三，咱也咱想得到的一个因为疫情关系，咱马上做实体的聚会，虽然该做线上聚会所以线上聚会以外有真多困难，所以有时也帮咱希望说咱，互咱有缘会当听到的上帝话然后做着些敬虔较无私比如说你帮咱希望说，互咱兄姊妹会当互相来关怀，互相来带到，互咱彼此中间有更美好的连接。第四，咱也要有在新青年下半年这一个关注喜乐也平安，跟以及下的新青年下半年我嘛呢在一个会有勇气这边为了跟世界佛师娘来一个，然后为了回民乡，为了变山姐妹还有为了莲花乡，为了鲁国乡的一个，为了这些心态上面的一个咱有主是温所宜，互因都是上帝过去讲出来的，让平安，也将是上帝稳定安稳。咱过来各个非常代志，咱因为疫情的关系总会有爱咱全国而且教会因为疫情关系已经选第3期的应该选到654，所以咱总会爱咱各教会拢来配合，暂时来增进这实体的聚会，所以咱教会伫第3期改做线上直播就是比如说咱来当愈来愈老的我听咱这中间有缘无停止聚会。第四，咱就是咱教会网里头有着26月7日的固定这些内底洗礼关的名字来上学班，可是由于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暂停暂缓等咱疫情较平静的时有法度通做实体聚会时，咱应该来找时间来补用。第三，咱为这所在特别为着财务厅员有安尼的一个提醒，就是现即卖因为疫情关系，所以咱蛮多人来做这实体的聚会，蛮多人来做奉献，所以像咱这里厝里咱当准备一个信封袋奉献体咱用一个敬虔的心，用这礼拜做奉献，放伫这个奉献体内底来保存好势，第礼拜都会想起来等到有一天，咱会来做这实体的聚会来做实际奉献的时，等到咱的奉献体来教会来做。第四，咱买当刚好这个原住民在有长了有长伊嘛真担心，讲无听这嘛咱甲奉献给意思的互伊安尼第三，咱教会有这个优秀的场合这个所在，咱把这个场合记起来咱如果咱把咱去到邮中，把咱所有奉献来做转账把这个奉献通过安尼来转移到的口子内底这个所在通过安尼互咱的奉献这个所在都会当完成有各种方法，咱就是发展。但是嘛，咱拢随着一个先悔的心比如说保守，收所伫咱们注意保守咱一直咱的给保守咱的工作，保守咱信心。第四项，咧包括咱咱讲有像唔敢书，就是咱教会有哪这伊的先生朱庭香伫5月25号早时5点半来安息伊定伫6月7日就是这礼拜四上午咧举行崇礼，伊疫情关系，
不便要请咱兄弟来参与，所以分享咱兄弟以及这种来孝念，有助来安慰在这种说，一种报告主持所有咱们是咱等一个，就到了有要来听一首诗歌就是免听耶稣伫遮，互咱听这只要拄着一个机遇，如果拄着一个阻挡、一个困难，都是互咱先生知影，咱免听，因为咱的主耶稣干了啥事的？因为咱的上帝伊是暗自保护咱上帝，咱等一个，伊做到了，要来听，唔免听耶稣伫遮，耶稣拢干了啥都知。万事耶稣基督有天天地上帝听啊，但圣经相通，拢干了每一位上帝咱主啥都知，干了啥都知，是阮所伫咱，互咱拢唔免听，与上帝干了啥都知。伊上帝是暗自保护咱上帝，上帝咧通过咱，互咱咱举起头，通过咱咱成做养神也是个基础，通过安尼，上帝名是高久，互这些人对咱的这个祝福，因此咱就感恩不求，靠主耶稣的圣名祈求，阿门。风雨无论遐大，总是会落山。海涌搁较向猛，总是会平静。伫世间虽然有苦难，但是主的内面有平安，受伤的路程已无暗时，要花的灯火已无拍死。不免惊耶稣伫遮，不免惊耶稣。免惊耶稣伫遮。
主帮助，互咱人生会再起。咱有耶稣伫这，咱有耶稣知影，求主怜悯，互咱面对的勇气。求主帮助。